嘉义大拿车头边仔的站长宿舍，这大拿镇公所捌甲铁路局签10年契约，摕来使用甲管理。毋但是环保示范区，阁是民众集会甲展览的所在。不过，2021年这宿舍的管理权还予铁路局了后，却放地方。地方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，甲这个所在活化再利用。塑料的大门，为外口阁会当看到内底的装潢。伫嘉义县大拿车站边仔的站长宿舍，因为无咧使用、无维护，豆豆仔成做一个发臭生蟒虫的所在。啊，进前有人来清过，啊，清过了后，你落雨嘛是足侪臭嘛会阁生起来，啊，无人管理的话，遮粪扫啊、什么虫啊，拢会生出来，都变无人管理的空间。很脏，这是上次戴领导要办活动，我们来清了10几袋的垃圾。这间伫1903年起的站长宿舍，经过92年大地震后来修复了后，大拿镇公所捌甲铁路局签10档的契约来使用甲管理。但是2021年还予铁路局了后，地方想要申请来活发，铁路局就因为建筑物无使用执照来拒绝。其实足侪人嘛有想讲要去甲租，但是铁路局伊的统一回应就是讲吼，因为这间厝无使用执照，吼无使用执照，啊你也要租会使啊，无你去啊使用执照变出来啊。哦啊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下，甲即马拢放伫遐，拢无法度用的咧。那老旧建筑没有使用执照，以前那建筑法还没有实施以前，就有的，所以很困难。那现在就搁置在这边，就觉得比较可惜。铁路局表示，监察院有要求因的公有建筑物拢爱符合使用执照的规定，才会当做出租也是活法的处理。地方创新团队是认为，这是大拿车站的门面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，卖互一个会当利用的空间，因为无使用废弃，尾仔干那会当拆除，安尼真无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